桃园观音乡海岸潮间带像是蟹、虾、贝类、海鸟的大运动场，孕育丰富的生态系。这等于是我们的厨房，我们家的食物来源。构筑完整食物链的堡垒是这一大片类似珊瑚礁的地形。民国87年才揭开身世，名为藻礁，功能和珊瑚礁相似，提供生物栖息繁衍。它跟海水来讲，它要很干净，可是它又比那个珊瑚礁来的比较浊一点点的。珊瑚礁用生命沉积碳酸钙，缓慢地向大海扩张版图。在徐黄秀娥和丈夫眼中，像是前人用世代交替的辛苦，给予后人守护。常讲到这片藻礁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，把我们带大养大的。说，因为这一片藻礁的话，它可以定沙，然后把你这个海浪啊，不会直接冲击到我们的防风林。往岸上看，防波堤取代藻礁是人类的破坏。观塘工业区的开发案，让观音乡长达5公里的藻礁面临重大危机。常讲说，我们跟大海抢它的地，然后它反噬回来抢我们的地。台湾海岸线的变迁，未来会怎样？艳阳天下漫步礁岩思索，人类的保育醒思会不会太晚？红台这里真的风好大哦！海呀，不过天是1号，天气很好哈，适合到处走走，对不对？那个力量总是有，天气很好，你当跳。这是海路，说到处走走，但我们事先说是哈马哪里去行了，适合到处走走。我们现在在的这片藻礁呢，感觉上好像高度只有到小腿的部分，不过在最深的地方，其实它是有4、5公尺。如果以1年0.1到0.2公分的缓慢速度生长来看，其实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了。在过去，它源源不绝地提供食物、提供保护。现在大家终于意识到，该回过头来保护它了。天是1号，是哈马奈去行了。天是1号，是哈马奈去行了。